想一秒轉運，唔使水晶，唔使拜神，只要記得呢7個念頭。第4個同埋第7個喺我用咗之後，人生真係開始順咗啊！第一，所有事情發生都係為咗我㗎，而唔係對我。第二，宇宙永遠都係企喺我嗰邊㗎，即使我睇唔明點解。第三，失去唔係懲罰，而係清空一個空間俾自己，為咗俾自己更加好嘅嘢嚟到。第四，我唔需要證明我自己，因為我本身就已經足夠啦。第五，當我選擇相信，我就會開始創造。第六，我唔俾情緒控制，我觀察佢，擁抱佢。第七，我唔再問點解係我會問呢件事想教我嘅係啲咩。當你咁樣諗，宇宙就會即刻回應你嘅新頻率㗎啦。下面留言 Money， 我教識你更加高階嘅技巧，點樣可以吸引更加多嘅財富嚟到你身邊啊！